全香港人都喺度用嘅北上上水出閘慳錢神技，依家竟然徹底大翻車。你以為自己中途得卡出閘再入閘，可以狠狠地豁到港鐵嘅着數，點知計翻條數，唔單止冇慳到錢，反而仲要倒貼蝕老本。今日就直接撕開呢啲所謂終極慳錢攻略嘅遮羞布，話你知到底點樣去深圳先最抵守住你個銀包。近期香港各個口岸可以話係人山人海，大批市民瘋狂湧入深圳消費，但隨住大家往返內地嘅頻率越嚟越高，交通成本就變成咗一把懸喺頭頂嘅隱形刀。一家人或者三五知己出去玩，淨係來回嘅車費加埋就已經係一筆唔細嘅開支。為咗將呢筆錢慳翻嚟食多兩隻脆皮燒鵝，香港人可以話係絞盡腦汁喺各大社交平台上瘋狂尋找同分享各種極限慳錢嘅交通路線。喺呢啲五花八門嘅方法入邊，利用港鐵收費機制漏洞嘅上水出閘法一直被奉為神級操作，幾乎每個北上嘅人都試過。然而冰冷無情嘅數據同大量真實教訓正在狠狠打臉。呢個被吹到上天嘅方法一早就唔係萬能㗎喇，甚至喺好多情況下係一個徹頭徹尾嘅陷阱。要搞清楚點解會翻車，就必須先睇透港鐵嗰種極其特殊嘅收費機制。港鐵嘅網絡雖然四通八達，覆蓋咗全港絕大多數地方，但只要你嘅終點站或者起點站係貼住深圳邊界嘅羅湖站或者落馬洲站，嗰個收費標準就會瞬間變化。點解？因為港鐵喺呢兩個邊界車站靜靜雞加收咗一筆極其昂貴嘅過境附加費。如果你只係喺市區裏面，例如由旺角搭去沙田，哪怕距離唔短，車費都係按照正常嘅區域距離嚟計，幾十蚊就可以搞掂。但係只要你嘅列車跨過咗嗰一層無形嘅邊界線，最後駛入羅湖或者落馬洲，成程車嘅價錢就會翻倍飆升。呢筆過境附加費就係導致大家交通成本居高不下嘅罪魁禍首。正因為呢筆附加費實在太令人肉痛，聰明嘅香港市民先發明咗上水出閘呢個對策。上水站係咩地方？佢係距離羅湖同落馬洲呢兩個車站最近嘅市區最後一站。呢個神奇嘅操作邏輯聽落非常完美，乘客由市區隨便邊個站上車，先唔直接搭到羅湖，而係喺上水站果斷落車，行到大堂，用八達通或者車票篤卡出閘。出閘之後唔可以即刻入去，必須喺車站硬生生企幾分鐘，等系統徹底結算完上一程嘅費用，確認你已經離開咗港鐵網絡，然後再重新篤卡入閘，搭下一班去羅湖或者落馬洲嘅列車。咁做嘅好處就係人為咁將一趟長途嘅過境車程強行切斷成兩節，一段係市區到上水嘅本地車程，一段係上水到邊界嘅極短途過境車程。喺過去好長一段時間入邊，呢招確實有用。兩段分開計嘅錢加埋，硬係比直接一程搭到尾要平幾蚊，甚至十幾蚊。但係時代變咗，機制都變咗。最近有大量真實案例爆出，呢個所謂嘅慳錢神技唔單止失效，仲會令你使多咗冤枉錢。有乘客親身實測並貼出咗令人崩潰嘅扣費記錄。嗰位乘客住喺屯馬線沿線，由烏溪沙站上車，目的地係羅湖站。我哋先睇官方標準收費。如果佢咩都唔理，直接舒舒服服坐喺車入邊，由烏溪沙一程搭到羅湖，成人嘅標準車費係33港元。為咗慳錢，呢位乘客極其認真咁執行咗上水出閘嘅操作，中途喺上水站落咗車，完成咗出閘再入閘嘅繁瑣動作，滿心以為可以慳翻一筆。結果八達通嘅扣費提示直接令佢傻咗眼。第一段車程由烏溪沙到上水，港鐵狠狠咁扣咗佢26.5港元，跟住由上水重新入閘搭到羅湖，又扣咗一筆短途過境費。呢兩筆費用加埋一齊，總金額唔單止冇低過33港元，反而直接超標。經過精確計算，呢位乘客因為強行分段搭車，總共俾多咗足足3.6港元。你冇聽錯，為咗慳錢去折騰出閘入閘，浪費咗時間，浪費咗體力，最後港鐵仲收多咗你3.6港元。呢個血淋淋嘅案例徹底戳破咗神話，證明上水出閘絕對唔係放諸四海而皆準嘅萬金油。點解會出現呢種離譜嘅倒貼現象？根本原因在於港鐵嘅定價策略
遠遠比普通人想象中複雜。車費唔係簡單粗暴咁按直線拉把尺度出嚟嘅，佢裏邊摻雜咗路線組合轉乘、網絡歸屬區域等一堆極其複雜嘅算法。將車程切斷呢招，通常只對嗰啲住得極遠，由香港島或者九龍核心市區出發嘅乘客先稍微有啲用。因為由港島過去要過海，要跨越好幾個收費大區，長途費加埋過境附加費，簡直係天價。呢個時候喺上水切一刀，確實可以避開部分跨區累加嘅毒打。但係如果你本身就住喺新界區，或者你係由屯馬綫嘅車站出發，例如烏溪沙、大圍、粉嶺呢啲地方，情況就完全逆轉啦。港鐵喺制定呢啲新界地區前往邊境嘅票價嗰陣，系統內部一早就預設咗一個相對封頂或者有區間優惠嘅全程票價。當你喺呢個優惠區間內，非要自作聰明咁喺上水站強行切斷行程，港鐵嘅系統就會毫不留情咁將呢個判定為兩次獨立嘅新界區內跨區行程。要知道，只要你嘟卡入閘，理得你搭幾近，都會有一個保底嘅起步價。兩個高昂嘅起步價加埋短途收費，最終嘅疊加金額輕輕鬆鬆就會超越嗰個原本已經打咗折嘅單次長途票價。所以依家嘅真實情況係，如果你唔提前查清楚自己所在車站嘅具體收費規則，就盲目去上水出閘，100%會成為送錢嘅韭菜。既然港鐵呢條路處處係坑，越嚟越精明嘅香港市民一早就開始集體轉向，尋找更直接、更平、更粗暴嘅交通替代方案。呢2年過境巴士猶如異軍突起，成為咗北上大軍嘅最愛。尤其係隨住幾個全新嘅現代化口岸開放，大巴嘅路線、網絡同價格優勢，簡直將港鐵撳喺地下摩擦。最具代表性嘅就係前往香園圍口岸，即係深圳嗰邊叫蓮塘口岸嘅公共巴士路線。你知唔知有幾平？由新界或者部分市區站點上車，一路搭大巴直達蓮塘口岸，只要區區13港元。呢種大巴方式唔單止價格低到令人髮指，直接秒殺港鐵嗰啲動輒30-40蚊嘅過境費。最關鍵係佢舒服啊！唔需要你喺龐大嘅地鐵站入邊，好似無頭烏蠅咁樣轉乘，亦都唔需要你夾硬要計住時間去上水站大堂罰企出入閘，上車揾個位瞓一覺，擘大眼就到口岸啦。不過如果你覺得10幾蚊嘅巴士已經夠平，咁說明你根本唔識香港老人家北上嘅極限壓榨流操作。對於符合資格嘅長者，喺政府2蚊乘車優惠政策嘅加持下，佢哋去深圳嘅交通費簡直就好似白嫖咁。嗰條數計出嚟，可以令全香港嘅年輕人妒忌到面目全非。我哋嚟做個極其強烈嘅對比，就以由市區嘅紅磡站出發去深圳為例。一個普通成年打工仔，如果喺紅磡站老老實實嘟卡搭港鐵直達羅湖，單程會被瞬間扣除41.6港元。咁老人家係點樣操作嘅呢？佢哋根本唔會直接搭去羅湖，佢哋會喺紅磡站上車，搭屯馬綫一路冇到新界西部嘅元朗站。因為呢個屬於本地路綫，完美觸發2蚊優惠，呢程橫跨大半個香港嘅長途地鐵，只要2港元，到咗元朗站出閘，慢慢行去巴士站，轉乘專門去落馬洲福田口岸嘅碧一綫大巴。呢段大巴依然喺優惠範圍內。再次嘟卡又係2港元，呢筆數計完，老人家由九龍市區嘅紅磡一路到深圳福田口岸，總共只係掏咗4港元，4蚊對41.6蚊，呢個係將近10倍嘅巨大落差。年輕人使40幾蚊仲喺地鐵裏邊擠到生無可戀，阿伯阿嬸只係使咗一個菠蘿包嘅錢就已經企咗喺深圳嘅土地上。呢啲仲未完，只要年滿60歲，攞住回鄉證過咗關。深圳嘅地鐵同大部分市內公交車對長者全部免費，呢意味住老人家往返深港兩地嘅交通開支，幾乎係可以忽略不計嘅極低成本，絕對嘅降維打擊。總而言之，香港人北上嘅交通方式一早就進入咗百家爭鳴嘅時代。港鐵嗰個所謂嘅上水出閘分段計費，一早就係一個會反咬你一啖嘅計費陷阱。千祈唔好再傻乎乎咁去送錢啦！面對越嚟越高嘅出行需求，各種過境巴士同專線大巴先係性價比之王。
唔單止直達，而且價格極其良心。而對於老人家嚟講，只要用好政府嘅政策，就可以實現幾乎零成本嘅跨境自由。只有喺你可以接受嘅預算之內，揾到嗰條最快、最唔折騰嘅路線，迅速殺到深圳去享受生活，呢個先係呢趟北上之旅真正嘅最高境界。